了思海，伊心走做梦中的爱。早夜梦你梦七界，思念化作相思海。早夜梦中梦起来，怎样你无来？痴心的等待，梦天斗败解，找一个良时价值，点灯又加彩。伊当初伊伫宜兰比赛，毋捌得过第2名，所有人拢叫伊蔡第一、蔡第一啦。但是伊真早伊就出社会做事啦。哦，迄吊车有够驶的啦。总经理看伊驶吊车，哇，迄规只车已经拢翘起来，伊嘛讲无紧，伊挡会掉，迄袂倒，安尼技术足好的啦。唱歌是伊兴趣，会使来变伊即摆主要的工课，我真是替伊感觉足光荣。嗨，嘉玲，今年是咱熟识第30年，嘛是算讲咱自囡仔甲大已经行到已经40-50岁这个坎站啊啦。我希望未来你伫这个业界会使继续出力打拼，毋过一定爱记你，一定爱认真哦。如果你若无认真，相信有一天，为着你，我的情已经枉费。有一天，你会我干掉哦！加油！为着将来嘛不惊，所有困难也无算啥。事业袂顺遂，着为头去认真打拼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赢。坚强的人啊，志气亲像山，就算地裂天也崩，我拢担当。坚强的人啊，啥物拢不惊，成功的路，总有一天徛咱的名。是用歌来换，一点一滴着对步行，风雨搁较大，为着将来嘛不惊，所有困难也无算啥。
也袂顺遂。着为头起认真打拼，总有一天一定会赢。坚强的人因若志气亲像山，就算地了天也放，我拢担当。坚强的人因若啥物拢不惊，成功的路总有一天刻咱的名。天也放，我拢担当。坚强的人因若啥物拢不惊，成功的路总有一天刻咱的名。实在的人，艰苦囡仔，拍拼的歌手，欢迎蔡嘉玲，嘉玲兄。国珍老师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嘉玲。嗰种头拄我咧讲，艰苦囡仔出身，咱的思考，你共演的真济比赛出名的歌手，即马大家拢行无共款线咯。无共。一定咱的背景造成讲，咱今日伫歌坛每一种的选择，对吧？是。阮自细汉我都爱做工课，我都爱半工半读。哦，阮妈妈去车衫啊，我都会去加线头，无法度去接受到音乐这个部分。迄是讲到尾啊，国中我是甲国中2才知影讲我会晓唱歌。无听就是因为讲较艰苦，咱较望讲会当真正伫歌坛量早有表现的。唱歌对我来讲是一种兴趣啦。我无希望讲我来去歌唱比赛，我会当抱着要拿奖的迄个心态，我无迄个心态。我是抱着我喜欢唱歌，唱歌会当疏解我人生的压力，所以讲我才去报名。但是这报名，佫毋是毋是我家己去报的，是我好朋友报的。然后去拄到阮头家，就是寇上黄义雄先生。我去海选的时阵，唱无2句，好啊，安尼得啊，毋免唱啊。我心内底咧想讲，我是唱了无好哟。人头前迄台语也唱了无好，佫会来唱国语的呢，我拢无，我就真正记住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后尾啊过几个月，奇怪，那拢无消无息，尾啊打电话来讲，你准备进那个选手村了，选手村啦，即摆有得甲你安排要你去比赛，因为当初阮咧歌手比赛足项的嘛，足侪人报名，排足长个，排足久的，我拢总排8个月。8个月才去咧比赛，这一路安尼比，心路历程，嘛讲嘛真正足辛苦的。迄当初爱去上班，爱去开吊车，2个礼拜录一次，拢爱请假，拜6爱彩排，礼拜爱比赛，所以足辛苦的。无课上无今仔家庭，真的。其实课上吼，伊甲我讲过足侪前摆的故事，互我听。阮2个讲足细，伊介意我的声是讲，你的声。拄听到，就想像讲古早迄拉里奥，就类似有讲咧弹弓仔声。尾后去比赛了，尾啊声有了啊，去互老师调整吼，声有较走精气。讲你较早迄声，你那无去，你有感觉无？我就想，我逐定安尼唱到吼，我家己嘛毋知影，总变四不像去啊。较早迄个特色无去啊，安尼免啊？哦，你家己去想，家己去斟酌。课上人啥？课上伊袂甲你讲啊足清楚，伊拢点到为止。迄人去互拍落时阵嘛，那嘛是爱做工课，一直有当请假，我对我的东家歹势嘛，定3做4下，一台吊车，有一个司机落去换，我定请假，我嘛歹势，无讲，我专心来去演艺界行看卖，
但是这2、3个月并无顺时啦，并无顺时。啊，我迄当中有发了 EP 尔，但是那拄试水温无遐尼啊好。后尾啊，我甲阮公司讲啊，安尼袂用者。我吼有老爸老母爱饲，我厝爱搁共洗，所以讲厝诶拢爱有生活费，我无去趁食袂用者，我放弃。无钱就无胆，嘿，天良讲。我讲我放弃好啊，我一个月吼嘛还阁5、6万，还阁拍会过。啊，阮公司尾也讲，有即摆伫家己规划啊，伫收歌，吼啊伫听候，啊尾啊就出一条第一地，叫做天色渐渐光，迄是6首诶，就迄地了后就开始就楼梯慢慢啊爬，一站一站慢慢啊爬，较好啊。生活在打拼，不管日头赤呀呀，虽然就爱顾生命，不管风雨有偌粗，我嘛照有起工在行。人讲3分天注定，7分就靠打拼。过程是用汗水换，为着求生活3顿饱。幸福的路有你作伴，做伙拼出成功的命。我做甲流汗，风险甲流烂，满腹委屈藏在心肝。我用一首歌来表达我。心声。汗水直直流，为着生活在打拼，不管日头赤呀呀，虽然着爱顾生命，不管风雨有偌粗，我嘛照有起工在行。人讲3分天注定，7分着靠打拼。辛苦的过程是用汗水换，为着求生活3顿饱。幸福的路有你作伴，做伙拼出成功的命。我做甲流汗，风险甲流烂，满腹委屈藏在心肝。我用一首歌来表达我。过程是用汗水换，为着求生活3顿饱。幸福的路有你作伴，做伙拼出成功的命。我做甲流汗，风险甲流烂，满腹委屈藏在心肝。我用一首歌来表达我。心声。
啊，少年的时阵对音乐产生兴趣，但是讲起来应该无啥物机会讲去学乐理，还是去学乐器。啊，家己嗨歌以外，敢有人会甲你鼓励讲，你敢若会当去唱歌比赛，还是讲去学一项乐器袂歹？身躯边敢有这种人甲你开嘴，敢有这种经验？有啊，我一个好朋友啊，我读罗商，伊读罗工，伊讲伊甲阮这个朋友甲讲，我一个朋友就爱唱歌呢。伊我讲，哎哟，阮伊迄个朋友嘛就爱唱歌。后一天吼，我招出来唱歌的时阵，迄当阵一个包厢内底40几个，迄当阵我拢唱华语，我拢唱国语的，我就唱咧鸦雀无声，40几个拢点就是安尼个熟悉。你唱歌会使呢，还不错呢，嘿。尾啊，我才熟悉到20几岁，尾到30岁阵。伊讲你这声才好，你无去比赛唱歌足拍算的。迄当中我开了车无用嘛，根本就无一个月才休2天尔，要才有闲通去比赛。伊就偷偷甲我报，电话就来，就安尼去。毋真正人生中也算一个贵人。嘛是贵人，这是头第一个贵人。干你遐单纯就是兴趣尔，用个讲过去毋捌摸过啥物乐器。毋捌，完全毋捌。毋过我知影讲，你安尼伫家己的专辑内底写歌完啊连续写几落条，而且迄足明确，会当听出来讲，就是你的开口，你拢咧写查甫人的心声嘛。这嘛是受到鼓励啦，嘛受到刺激啦。迄当阵阮同期的嘛，傅凯啦、雅文啦、庭韵嘛，阮这内底因拢家己拢有家己词曲创作，我就想讲，因拢有词曲创作，我拢无，无嘛来写一条，结果我写一条叫做成功的名，结果写1年。写无啥会出，因为我安怎写，我拢是靠音感，词甲曲是同齐，词甲曲同齐，一句，答安尼。其实这首歌就是我写我原本自细汉到大汉的心理过程，阁有一个重点，后壁写落男儿的心声，因为我是伫宜兰县比赛用男儿的心声这首歌，拢得第1名，才互我有自信。因为我嘛是这首歌，踏入歌坛的，所以讲我甲唱出男儿的心声，放在这歌词内底。迄2点意思啦。嘿，歌名嘛是咱家己的心声嘛。对，我内底有写落，即马台语较少写，做甲流汗去用嫌甲流汗。这是我细汉时阵我足过来咧做的有的头家拢无看的嘛，拢无看。这拢出去拢咧放风啦、摸鱼啦。阮妈妈知影，我转去我就甲妈妈。妈，我安尼做甲安尼流汗流滴安尼去互阮头家嫌甲安尼。毋愿啊。系啊，我毋愿。阮妈你头家咱做甲流汗，互嫌甲流烂啦。我就甲即句放在内底，很写实的，对啊。咱家己用音感，所以一句嗨嘛。嘿，对。若斗袂好，再改一个；我斗袂好，佫改一下。那会遮个家己写歌，结果写甲关家猜到地道。我讲，我若遮厉害，我。毋捌甲你的人，我都甲即条歌头前才加，后边来才悬，有够歹唱的啦。落尾唱，包含讲咱道教的庙宇是武当贤灵，这么特别，让你写，拜托你写。是你敢有讲偷我去补一个乐器啊，是补一个乐理？因为我写这首《武当贤灵》，本来是叫做太头武当八家殿，我想讲这个名伤过长，无够艺术，我去跋杯。我上帝讲这歌名看会当改一下无？这个武当贤灵就是阮上帝讲伊好的，系伊好的。这首歌我嘛有设定讲要做啥物开口的，啥物班路的，就类似迄个龙飞凤舞，龙飞凤舞有气势。迄嘛你有对的歌？嘿，迄是甲庭韵合唱的，就是我是要做出类似这款的，我甲编曲老师讲我要做这款的。气势磅礴的，即摆想的做庙歌第一点就是伊的故事。这上帝讲伊是啥物？伊是屠夫嘛？伊是文的还是武的？咱就做啥物开口？上帝讲这条歌，甲做出这个开口，结果大家足受欢迎的。我家己嘛惊一个呢。因为你咧讲庙宇的歌有当初写伤下，干那是经庙宇会用。是。你著要写互看。是啊，但即阵主神拢会用，你有发挥到即个程度？即马有，我等下佫补充者，
一寡歌吼，拢会使去参考到咱宫庙内底，人有宫有庙，拢会送鞭啊嘛，对吧？国泰民安，啊，护国佑民，哦，是行为显赫，哦，迄拢会使摕来歌词内底。讲武当现年即首的头第句拄，我去参加朋友的婚礼，啊，拄来楼骹要走时，楼骹要单车时，啊，拄灵感拄来，武当先天过台湾，对啊，事实啊，啊咯，先天上就是武当山来的嘛，哦，啊，这头第句就出来啦，啊，就是来山上遐斗，啊，遐抬，较袂爱落长。咱台湾囡仔吼，对着民间的信仰，是，就是讲对着这神尊啦，对你保庇，咱有感应，有真济，互咱听到。自从这首歌了后，足侪人要来讨我做庙歌。我后壁佫有做2地，一地叫做三官大帝，哦，迄是潭子的；啊，佫近期的一个阮南木仔的旋罗马，全台唯一的，就这2首，总共有3首啦。后壁佫有人咧讨，我讲，无时间写，无遐尔仔时间拿写啦，我缘分安尼啦。咱伫咧做工课咧食头路的时阵，有可能去撞到迄个头家。你头拄仔来讲，当做咱拢伫咧放风分别，拢无伫咧认真，迄咱心内就懊恼啊。对啊，啊，毋过吼，踏出业界，伫咧歌坛是千万的头家。对，咱有当着足拍拼，即题绝对好要对。结果吼，亲像反应平啊，啊那迄个时阵，总是嘛有较实际的时阵，你会调整家己。嘛是求新求变啦，像我后一地，哦，我近期这地，哦，我伫华特这地，我做求新求变，我做新的，或者小姐我斟一个，迄落较一寡新式的嘛，较下一寡少年的，结果嘛是无对啊，啊，你唔好安尼讲啊！有去尝，作想要曲作曲尝试啦。的明亮兄嘛，捌来坐伫遮。你安尼讲，你看到节目就艰苦的。我相当伊这是我第一首，我先甲买的呢，你好呢，感动甲你好呢，我拢甲买3地。即嘛明年度的，哦，这地最重要的，这地对我来讲，我抱着很大的期望。过来这地你抱足大希望，搁看安讲，马上透露2句啊，分知一下。类似庙会有一种电音那种感觉，气势非常磅礴。我特别叫老师编的，因编几个摆，我拢无介意，加啥啊减啥，加啥啊减啥，迄伤差，迄提掉。对音乐有想法的啦。有，非常有想法。好佳在阮头家甲我支持。这人生有当着啊吼，嘛真无奈。爱变甲讲，除了唱歌以外，骹步爱摊出去。比如讲，有当着你嘛爱做一下直播，有当着啊，你嘛爱敢若讲去甲人尽量交陪伴一个。因为我本身爱交朋友，当然啦，朋友有好有歹啦，但是咱爱学晓家己看。啊，咱做人吼，一定要不得不失。虽然咱较吃亏，但是咱鼻仔低咧，咱吞来就好啊。有当时啊，人甲你看不练啊，甲你口水啦，你迄歌也无嗷唱啊，有影啊，搁你拍拼，搁你努力啦，安尼咱是带过。啊嘛，真侪前辈甲我讲，你安尼挺兄挺弟，上到尾也是你爱吃亏啊。这嘛是我人生的一个功课，这个功课我行过，这个行过了，我就知影讲哦，这个人之常情，吼，咱要哪去应对，这拢对咱有帮助的。嘛，未来咱要好讲应对，要安怎去讲开喙，还是要去讲体，这非常重要。足济这顶辈业界，是在甲你学了会较济。袂啊，一个啊，无啊，我开嘛。敢若嫌你唱歌尔，做人是甲你学了呢。无你要互伊学了，就无几个。无几个，真正无几个。爱看伊的心情，啊，伊爱人保，咱就甲保者嘛，对吼，伊尻川就翘起来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慢慢就是拢变到足好的，嘛拢定来去宜兰找我，嘛去到我遐，系啊。甲郑新义大哥做伙，嘛，互伊放真济功夫呢。对，伊有当时甲你教，哦，这么唱，伊个啊，伊共鸣点太强了，尤其伊的你看迄有年岁，迄气音有够厉害，我拢免喘气哦，迄有人气较长的啊，你遐天生够厉害，鼻腔共鸣、喉腔共鸣，唱喺厝的，唱喺哪后的。像我胸腔，做厉害。咱咧实际，今年咱咧坎坷的时阵，
咱去试真侪路的时阵，咱咧做直播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吼，咱嘛会感觉头前是乌乌暗暗，还是光明，咱看袂到。迄个心情吼，真杂对无？当然啦，你像迄当阵拄到疫情，啊，阮咧做这歌手的，拢靠商演嘛，啊靠录影啊。迄当阵拢袂当出门嘛，啊，你根本就无收入嘛，何况是做工的呢？啊，迄人想讲啊，我来做一个直播好啊，迄人直播不离行嘛，哦，迄人早拄疫情之前，我都做直播啦。迄当拄设定我拍8点档，啊，迄8点档都有入围，无说哩去入围迄个金钟奖最佳新人奖。敢有人甲你开嘴讲啊，过去啦，家人，我看歌吼，有当阵啊一年才有一块专辑啊，来做连续剧的男主角、男配角，较照起工。你敢有考虑讲归心针对戏剧来行？敢捌安尼想过？其实是无安尼想啦，因为我嘛想讲我会甲唱歌唱好较要紧啦。啊，迄当阵拄啊是有拄着制作人啊有讲敲电话有讲有适合我的角色啦，啊问我看我有想要演无啦。啊，迄当阵我嘛有考虑啦，我讲若甲一工吼，我若看袂上的时阵，我嘛有其他演呢。我就安尼想，啊，我来去学看卖啊，就来第一届去学。吼，迄比唱歌更较紧张，迄偌恐怖呢！真个第一道去就要叫我演口戏，我要口会出来，啊，佮跳直播的呢，跳直录的，迄完全无法度进入状况啊！迄个心情、迄个情绪，你家己爱调整。啊，反正无咋调整啊！迄当阵我带某去，我要口会出来。迄就是演我是演一个迄个卖鱼啊，伫卖鱼啊，啊我就是爱一个自细汉到大汉吼，拢青梅竹马，啊，拢对足好，伊爱啥我就互啥，爱啥拢互啥就对啊。啊，结果伊去交男朋友，啊叫我莫搁搭甜，啊要甲我放我开啥物物件拢要限我，啊我就爱哭嘛，你莫安尼哭袂出来。结果制作人过2工哭我讲，阿旺，那一集重拍好不好？啊，重拍，哇！啊，你愈来愈大，我看你该机会啦啊，那我觉得不好啊，你要不要再一次？你如果不要再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换人。好，你再想一下。啊，我就头沉默2点钟，我想讲，结果我甲某参详，咁好，结果我某甲我鼓励，讲啊，无你去试看卖啦，人佫要给你一个机会，这你算头第一个，迄个别人看你安尼就甲你逐日抬调啊，就甲你抬调啊。迄届过，我就答应好，我搁演一摆。迄届演的就考，就考出来。代比上帝讲，82发连神通，掌握七支宝剑献武器，为民消灾障。救国救咱上帝讲，运转乾坤震道明阳，振邦护国，万世流芳。先天上
大慈大悲上帝讲，82发展神通，将啊支持宝剑献武器，为民消灾障。救国救咱上帝讲，温泉乾坤正道明扬，振邦护国，万世流芳。电台新路七座星，来定北方为上帝，监管诸天挂甲兵，杜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中高殿坐观千里虚空内，入照十方困天中。大慈大悲上帝讲，82发展神通，将亲自宝剑献武器，为民消灾障。救国救咱上帝讲，温泉乾坤正道明扬，振邦护国，万世流芳。啊，唱歌甲搬戏发挥了拢袂歹。啊，这两项比较起来是有啥物精差？当然嘛是唱歌，对我来讲是较轻松啊，啊嘛是较着手嘛。啊，相当演戏吼，真正是头第一届去演，真正是紧张的，哦，心脏拢跳100倍，因为你爱去背台词，哦，背台词，啊，你爱个伊爱对镜头嘛，啊，你爱个站位，你若想唔着骹步，啊，就爱个停来，啊是讲了无好，就爱个停来。所以压力非常的大啦，咱背歌词都无背到遐尼啊，迄落册嘛无遐尼啊熬读，啊尾拢是迄当初拢是死背，啊好佳在有某啦，我某我等于迄落有有时间通互我消化，哦，就对数，哦，啊阮某就是迄落女主角，哦，啊你着爱诉，我着爱讲互你听，哦，讲互你听了，啊你感觉我咧讲会使无？哦，迄个起承转合，啊，迄个开口安尼会使无？拢会感冒安尼小研究，哦，然后就演过一摆，然后1为生2为熟嘛，哦，2、3摆的过，4、5摆的过，就慢慢啦，有经验啊，哦，知影讲哦，这过来这个模式，因是咧创啥啦？就是讲咱本来拢毋知因的模式安怎做，尾仔咱就熟啊嘛，咱就知哦，要创啥要创啥，咱就知影讲咱要做啥，对吧？迄是第一档。到尾啊有较顺啦，第二档就完全无共哦。第二档是演一个叫陈黑豹的啦，边仔佫传2个少年的。啊，我是只算讨债集团，但是我是好人。哦，我拄到迄较辛苦的有无？我拢偷偷摕钱而已。我本来要甲讨钱嘛，见到我摕钱，是迄款的角色。迄耐心是。嘿，你足故意的，你是演一个足故意的放款的人啊，啊，拢搞笑。迄人去演哦，就足熟练咧。迄背词哦，就去看，然后大概看者，你无一定爱照内底词艺术讲就好啊。啊，我有一个优点，人遐个节目讲，你一个优点就是讲，你台语会晓讲。哦，你若台语会晓讲，你讲的练转吼，你咧背这吼就足紧的。真正有法度入围这个金钟奖，我迄时应该。迄是零星头第一摆。足爽的。哎，啊，遐个节目讲，我毋捌看8点档的入围新人奖的，入围迄个金钟奖的。我算头一个。啊，毋过我家己听讲来较正吼。是。问你一句较咸的。哦。演戏我都演戏得到金钟奖的入围，但是唱歌吼，甲金曲奖敢若有当着啊缘分较不。哦，这有较深啊哦。社会在变，我敢讲社会在变，听的人无共款，真正是听的无共款，真正是应该是讲社会在进步啦。我感觉台语吼，
好佳在咱有这个这样优质的节目，可会当去诉说，会当去唱，真正是爱感谢国人哥，还佫感谢咱公司，跟咱的制作人。我记得讲，我有一摆甲你问讲，甲金曲奖的缘分较袂遐深。对，家人兄足实在甲我讲，我爱要调歌。是，我这嘛是足肯定的。调歌，你调金曲奖，迄是一个称号尔嘛。你金曲奖，互你调，对啦，你名声较悬，名声较悬，人可能会记你。但是不见得啊，你过2-3年，人就阁袂记你啊。第二年，除非你年终，第1、2年终。啊，佫一个重点，你就金曲奖有诶着金曲奖吼，啊，迄位诶歌咱若无啥熟啊，这就较歹势啦吼。我讲诶是较直。啊，坦白话啊，我吼较含慢讲话。我甲你补充啊，因为我无出歌，我会当得失人啊。金曲奖有当着啊，哪会甲市场离开遮远？是啊。这咱嘛着爱问遮评审吗？哦，这就爱问评审啦，所以听诶人无共啦。啊，有调歌。这是足实在的话，艰苦囡仔心内的期待啊。当然，这足现实的啦。我讲一个例就好啊。你像曾伟忠，可能遐你就知影。曾伟忠嘛算讲家己拢定咧比赛，伊是足骨力的，伊有一个称号叫做原名战将，伊是足骨力，伊是拍骨、手骨颠倒用迄款的呢，去用拍来，佫拍来，佫拍来，结果人互伊过20关啊。但是这个期间呢，商演真正足少的，但是伊嘛是屈落，人伊嘛是屈落。到尾期这2年去学到一条歌，必顺，有无？这条歌必顺对了，我有为怎？看你 FB 哦，你的场愈来愈济，我替你感觉足欢喜的咧，真的，我若那唱你安尼要偌好。咱嘛做运气，无啦，咱运气好啦，真正爱运气。10年磨一剑。伊足实在，伊嘛无共起价。是啊，你嘛是呢，到底呢？啊，你好。三杯酒这条歌，真正互家人兄哇，有调歌。是。你嘛无啥会共起价，我知。啊，对啦。其实你为哪起价？哈，我拢叫你迄个介绍，你佫也起，啊，若起遐济，对吧？即摆市草无较早遐尔啊好啦，较无遐尔啊做。你若无趁钱，我要开侪钱啦。啊，你个人佫实在，对无？你也袂想一寡咕咕逼逼的话，学袂共拄。你也袂去共讲迄个虚伪的话，讲。啊，我即摆有公司，我即摆有经纪人，也袂去共讲迄个话啊。都我甲你照算就好啊。该算嘛是爱算啦，哎啦。啊，三杯酒这条歌，这是啥物款的缘分去建出来？阮公司拢会收一寡歌，伊会设定每一个歌手伊适合啥物歌咯。啊，我每一张的，迄是算我头第一张，我新东家的头第一张，啊，内底有收到《三杯酒》这首歌，我就听，听我讲，这首 OK，这条我就合我的歌，就安尼录，足顺势的。第2张嘛有啊，我每一张拢有一块，迄落郭志毅老师的歌，迄拢是阮头家钦点的。啊，特别去共拜头嘅，没有特别要留我推咧，嘿，是。这条歌带动真侪演出的机会，我。对，因为这条歌吼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你什么场合都会采唱。对。唔是干那伫台湾嘅，拢是祝福的歌。连出讲吼，原来安尼，哦，连你对我呀，哦，我嘛拄转来尔，听讲100-200个抖音的迄个网红啊，大家拢咧唱，我唔知，我去我较知呢，我唔知讲迄条歌伫遐才唱，伫东南亚遮呢。听起来愈简单的歌，愈侪人唱的歌愈会对。啊，毋过要唱到会感动人，愈需要讲究迄个开口甲迄个美感。其实唱歌我拢是拢唱歌开口的啦，开口就是爱用喉音，但是这袂用这。第一个上了然后，第二个听了伤过油，伤过醋咯。了一杯吞落后，咱用欢喜度今宵。了。国民，你吹只变拢咧表演哎，对。啊，你若酒食来问我，一杯吞落后，咱用欢喜度今宵。就无共啊，迄个气氛就佫无共啊，表演就表演无共。啊，但你若小酌啉者3杯啊，啉落无够，300杯啉的一定拢无共的嘛。每一个啉酒的分度，比如讲3分、5分、7分唱，完全拢无共。
5分来啉到5分来唱，迄上爽的。贪杯唔通超过，你兄我弟斗阵的无几个，短短的人生暂时照过，有缘的人才会来做伙。男女总是风，也是辜负离情，五路英雄南北走三趟。笑，第二杯敬大家，厝内兴旺满金条。三杯敬未来的路，同心手同调。花花人生，你我最逍遥。贪杯唔通超过，你兄我弟斗阵的无几个。短短的人生暂时照过，有缘的人才会来做伙。男女总是风，也是辜负离情。五路英雄南北走三趟。今宵，第二杯敬大家，厝内兴旺满金条。三杯敬未来的路，同心手同调。花花人生，你我最逍遥。花花人生，你我最逍遥。什么款的缘分讲，会当安尼家庭遮尔圆满，讲一下互阮欣赏。哦，这讲起来话头长呢，这讲三讲三暝嘛讲袂完。阮淡仔等，朋友偏讲无全白大好啦，我起承转合啦吼，我甲某实在是高中毕业实在，我甲某实在是抽奥多拜，抽奥多拜，结果阮某去抽了我的，某讲，哪去抽了这个菲律宾的啦，迄当乌达山啦，头毛佫抽的。嘛是因为唱歌，才伊才去互我卖着的。阮其实我感觉熟悉较近31年啊，31年啊。但是阮结婚才10年啊，阮中间拢有分分合合啦。其实感情大迄每一人拢有经历嘛迄迄讲来拢差不多拢大同小异啦。迄当从我拄咧。更艰苦的时阵，就是我参加比赛这段时间，因为阮老爸啊坐火失智，有当骑倒摆骑脚踏车出去，都拢会碰见。但我拢爱去台北走来走去，拢是阮某一边爱上班，厝的拢伊咧顾，阮爸安尼落屎落尿，但是阮某拢无半句怨言，我拢看在心内。迄拢是对阮阿兄啦啥讲互我听，阮某拢无甲我抱怨过。我就感觉讲，
这个会当依靠终身。所以讲，我到尾啊嘛是该做伙，该结婚，结为连理。啊，真正嘛足欢喜，足顾家，啊嘛，互我真济空间，互我出去外口安尼。其实我有甲讲过啊，做一个歌手，除非你足红的，除非你足红的，你的歌拢只有迄度的。你若迄度，你场自然人来找你啊嘛。大家嘛捌你，大家嘛要听你唱这首歌。但是咱毋是啊，咱还搁咧秀啊，咱搁咧秀啊，啊无一定还搁咧原地踏步咧。啊，咱若无出去撞，去共拜托，去甲人熟识，去共人落软，你永远无机会。咱来为了这个家，我无趁钱，这个家是要来生活。我甲某当经安尼讲，你爱放我出去，啊，你袂使黑白相杀，有诶无诶。你安尼你甲我拍甲白手哦，我会足摆做工课。一条台语老歌，再请你信来我。袂啦，我某慢慢会使，因为我第一件，我所赚的钱，我拢交互伊。就除非啦，通告费较少的，我拢家己靠底下，我做收费啦。啊，若送烟钱，我拢一路拢交互阮太太，拢互伊保管。啊，又对于一个安心。啊，厝的囡仔大大细细，你甲我顾好，钱我来赚就好。佫毋若你所讲的安尼，有当着啊吼，伊嘛会互你足好的意见甲参考。有，这反正真可。对。咱心内有人遐拄着上，咱有想讲看不练啦，咱无欢喜的所在，想要讲我无得讲。哦，我是讲迄人啊，共讲啊那，结果拢无啦。啊，阮某甲安慰啦，啊，迄捌紧啊，咱改无咱等后改嘛，对无？咱就好好做，安尼就好啊，伊拢会甲我安慰啦。嘿啦，袂讲啊你对我安尼就无法度，安尼就袂使。即摆家己做老爸了后，囡仔一年一年大，咱对囡仔讲话是啊，有责任。当然。咱对规个家庭教育要有担当。当然。这种心情的变化吼，家己兄体会一定原来足深。好，足深的，非常深。因为我艰苦囡仔大汉嘛，我讲即摆现代的囡仔吼，真正有够好的啦，有够好命的啦。即摆咱较早 iPad 啥拢无，即摆伸手 iPad 手机啊，都乖乖点两点。我有一个思想，我真有一个问题：未来我的囝若大汉，伊的思想会变安怎？可能伊的思想拢是电脑。哦，伊所有的资源拢是 iPad 遐来的。即摆社会是安尼哦，我观察大家囡仔拢安尼哦，无像咱较早，逐项无，啊，就是行出去外口，啊，行出去外口就两条路嘛，一个做好，一个行好，一个行偏的，对吧？会无共。但是即摆社会，即摆囡仔拢看 iPad， 迄个思想我真正毋敢讲，想讲后盖我的囡仔会变安怎？啊，莫讲遐远的代志呢，就跟他讲，即摆喙齿目镜伫咧相处，有当着啊，甲咱的囡仔要安怎讲话，咱就三无脏咧。真的，因为囡仔即边毕竟还阁细汉，啊嘛拢真乖啦，就拢真乖啦，伊还袂到迄个叛逆期啦，等到迄个叛逆期就不好说了。咱做老爸要带咧等咧，真的，毋是咱要烦恼，大家拢爱烦恼，真的。囡仔会出去唱你的歌，去表演，也是讲甲朋友讲，阮爸爸带家庭，敢会安尼？会哦，阮大汉的会啊，阮大汉的嘛，国小3年级要升4年，上细汉的是幼稚园要升小1，伊细汉时阵拢会唱我的歌啦，拢会唱，即摆大汉的这个较少会唱啊，开始愈来愈大汉，伊就无爱唱啊，就拢对 iPad 啊。iPad 唱啥物歌，你用啥物歌，伊就唱啥物歌。啊，阮上细汉的足古锥，我咧遐细汉，我咧个洗身躯嘛，伫下洗身躯，我迄三杯酒啊，我好唱咧，会甲我改歌词呢。安怎改？花花人生你我最逍遥，最逍遥嘛，伊甲我唱花花人生你我最小鸟。遮古锥，有够古锥的啦，有谐音嘛，哎呦，囡仔人唔捌，我想，我的歌你甲我改改，啊，讲蛮有创意的咧，不哩好笑，不哩心色。咱若将心所爱的歌当做一个卡布色胶囊吼，嘿，时间经过10冬、20冬，是，
你即马对家己的囡仔有啥物期待？讲两句啊！无定0天、5天、10天了后，伊来看这段节目，伊有无共款的想法？哎呀，这免哪讲。其实吼，我咧做时代的吼，袂去妄讲妄囝成龙，妄子成龙，要安讲？迄句要安讲？妄囝成你唱龙。龙飞凤舞的啦，你搁袂晓讲。望女成凤，龙，望女成嘿凤。啦嘿啦，迄是较早古早人的迄个习俗的，想讲啊，我希望家己囝安那大汉，即马吼，我望讲我的逝世吼，会当平安顺遂，啊，莫学歹，吼，主要莫学歹就好啊，乖，啊，做人爱有礼貌，吼，爱行正道，这才是上迄落较袂有爸母烦恼。爸母这烦恼惊大汉走精为非三者。啊，拢有时大烦恼，是变成是安尼。这是我过来人。我较早细汉嘛是他向会当讲向牵咧做流氓是要做啥？但咱会晓想，较早厝的啥拢无，靠阮老母。阮老母安尼念，我拢看在眼里，就是阮老母一句话。当初阮老爸我嘛甲骂呢，因为阮老爸就3做4岁啊。啊，拢阮老母啊，我伫边仔一定看有诶嘛。我自细汉就捌啊嘛。我讲啊爸安尼拢毋做，啊拢毋摕钱转来，拢拄工你来摕钱。我出来做，我来去半工半读，读高中，读册我暗时啊，搁去酒店去做少爷咧。逐工转来嘛，千几箍、几百箍、800-900，我拢摕阮母，我都想我留100。逐工诶，阮母也欢喜。阮爸转来，我看台我都坏，转来就讲。你去学歹哦，对人去安有诶无啊，无哪有即代，就讲我去去学歹，去甲人冤家相拍，我就甲骂我讲，骂甲足歹听啊，骂甲我咧哭你啊，我逼出来，我替阮老母讲诶，因为阮老母嘛伫遐笑笑我讲，甲我讲一句话，就是因为迄句话我对阮老爸改变，讲天下不是诶爸母啦，啊你就知恁爸安尼就好啊。你就莫想遐济，就是因为这句话改变我所有的人生。有啊，你做歹啊，好啊，我来做歹啊，哪要紧？你敢讲我嘛敢做啊。倒去。对啊，倒去啊，就是因为边仔囝就是安尼，你敢倒去，我嘛敢啊，对无？阮老母也甲我讲，你句我规拢静起来，因为我是为着阮老母。阮爸安尼是因为是为着我好，哎呀，咱毋知影嘛。咱嘛毋知影，咱就是讲生活就遮尔啊困苦啊，你搁袂晓退厝安尼想，我对安尼想啊，你袂安尼想，我才几岁尔，对无？所以讲人生就是安尼。我真知影，就是家己兄慢慢愈行愈稳定的中间，对家庭责任带足重，家庭一定是为先啦，一定要为先。你既然有组织一个家庭啊，你有囝儿逝世啊，你就要为这个家庭担当，肩胛头要摕出来。啊，对时代嘛共款呢，当然，互时代人真放心，也真安慰。但阮母也定定咧怨难，讲我拢袂晓塞奶，我都真正袂晓塞奶咩，伊就爱食这套。我讲啊，好啦，我著恁囝有当下哦，即马嘛80几岁啊，当下咱袂人欢喜啊。路是家己行出来，愈来愈圆满。祝生意甲你祝福，嘛邀请你，伫心所爱的歌镜头前，印一个阮对你表示尊敬的手印。无问题。家己请。安尼啊，车子来，来，多谢。感谢家己兄来开讲这个男儿的心声。咱少年的时阵，看人咧发展有当着咱的心善。不过到咱这个岁啊，咱会知影讲，路爱靠家己行，是的，愈行但愿会愈快快。连讲家己兄定定来开讲。好，多谢好朋友，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多谢，真正诚意甲你讲，若个有新歌，尤其家己写的歌，好，咱过来发挥。好，我。